咁你可能以為免疫力越強越好，其實完全相反啊！咁免疫力過強呢，身體會攻擊自己，引發過敏同自體免疫病。免疫力唔係軍備競賽，而係要平衡。早上起身冇精神，天氣一轉就感冒，食少少嘢就肚痛肚脹，呢啲全部都係免疫失衡嘅信號。好多人以為食補品、飲湯就叫提升免疫力，但係其實方向錯晒。真正有效嘅方法係由生活習慣入手㗎。免疫力就好似身體入邊嘅軍隊，咁既要抵禦外敵，又要維持內部穩定。而70%嘅免疫細胞其實全部住喺腸道入邊，你腸道健康，免疫力自然強。日本醫學博士藤田宏一郎提出金剛免疫新7法則，養腸道、早瞓覺、減壓力、做運動、彩虹飲食、多啲笑同埋接觸自然。呢7樣嘢呢，冇一樣要你食藥，冇一樣要你花大錢，但係樣樣都直接影響你嘅免疫細胞。好似深度睡眠，免疫細胞活性會提升50%，大笑一場，自然殺傷細胞會激活30%。與其追求快速提升，不如建立平衡嘅免疫防護網，讓身體自然調節。記住7字訣：腸、瞓、壓、動、食、笑自然。晚餐加一份發酵食品，比如乳酪或者泡菜，俾腸道好菌多啲營養。每日早啲瞓，最好11點前熄燈。咁禮拜就2次中等嘅運動呢，係快步行或者游水都得。咁餐盤呢要有色彩，盡量食30種以上唔同嘅食材。從今日開始，揀一樣你做得到嘅習慣去做，唔使一次做晒7樣，慢慢養成，免疫力自然會同你企喺同一邊。